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4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1篇第1到14节，以赛亚书第49章第1到第7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章18到31节，约翰福音第12章20到3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一粒麦子。耶稣基督他为了世人的罪而被逮捕，然后被鞭打，也被屈辱，甚至被判刑，并且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为了世人的罪，他宁愿牺牲自己，成为赎罪祭，使人脱离罪的捆绑和死的权势。反观在台湾前几天起行的这个妈祖绕境，因为严家把持这个董事长座位许多年的时间，使得向来吸引政治人物都疯狂的来参加这种佛教的这个情形呢，今年只有剩下一个参加。途经彰化市，又遇到某群人他们主张出卖台湾支持集权政党这样的骚扰，他们却主张自己有民主的权利。我们注意听他们追求集权统治台湾，却又主张他们有民主的权利。这些政治化的宗教行为，其实在这个当中我们看不到牺牲的作为，看到的只有牺牲别人来成就自己的利益，就是在宗教活动当中的利益。在进入苏南州的这个期间呢，我们看到了台湾民间宗教的一个乱象，也让我们这一群称为基督徒的，好像除了摇头之外，其实我们也应该要帮助我们来反省思考耶稣基督受难的意义，以及基督徒应当如何的被警醒，应当如何的做。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2章36节记载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跟犹太人说完话之后，他就隐藏起来了。是的，就人性来讲，就当时候的环境而言，就耶稣的智慧来说，他大可以继续的隐藏起来，以便躲避这个在约翰福音他的预言，就是12章27到36节所说的他预言自己的死。但是呢，耶稣基督也说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；如果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这是预表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受难以及他的决心。耶稣基督再一次进一步的提到，那爱惜自己生命的，要丧失生命，愿意牺牲自己生命世上的生命的，反而要保存这生命直到永远。谁要侍奉我，就得跟从我。我是哪里，我在哪里，我的仆人也要在那里。那侍奉我的人，我父亲一定看重他。这句话是对跟随他的人说的。今天在对基督徒的你我提醒，这一段经文呢，事实上跟浪子的故事，家里的那些家仆，无论是
主人、他们的父亲跟他们说什么，他们全部一五一十的去执行。他们没有意见，他们不会质疑，他们只有执行。就如同今天的经文，耶稣基督所说的：“谁要侍奉我，我就得跟从我。我在那里，我的仆人也要在那里。”这样的服事态度一定看重，一定接纳，一定被赐福。耶稣基督自己也做了最好的典范。我们如果看到腓立比书第2章5到11节的经文里面，提到了耶稣基督他的谦卑，他顺服到底，以及牺牲。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大能和智慧。保罗这么说，在圣经里面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信息是在那些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蠢的，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却是上帝的大能。因为圣经说，我要摧毁聪明人的智慧，我要废除博学者的学问。那么聪明人在哪里呢？博学的人在哪里呢？世上雄辩家在哪里呢？上帝已经使这世界的智慧变成了愚蠢。上帝运用他的智慧，使世人不能够借着自己的智慧去认识他。相反的，上帝决定借着我们所传的那愚拙的信息来拯救他的人。看起来非常像愚蠢的事，因为有许多不明白救恩智慧的人们就常常质疑耶稣怎么那么笨啊？对于那些质问的人，保罗这样说：犹太人要求神迹，希利人寻求智慧，我们却宣扬被钉在十字架的基督。这信息在犹太人看为侮辱，在外邦人看来是荒唐。可是他们蒙上帝选召的人眼中呢，不管是犹太人或希利人，这信息是基督，他是上帝的大权能，他的智慧因为所谓的上帝愚蠢，总胜过人的智慧。所谓上帝的软弱，也胜过人的坚强。我们聪明，我们有智慧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，而是在对我们相信上帝的全能以及他的智慧来说，我们领受了那一粒为我们而死的麦子，然后我们就是他的生命。他的牺牲所结出的新的麦穗，新的牺牲，新的生命，因为他的光照耀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发出光。让我们有福分接受这样的感恩救恩，成为福音的光，成为见证。因为我们的生命，人们就看到了基督的生命今日仍然活着。保罗持续的对哥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基督徒来说，弟兄姐妹们，要记得上帝呼召你们的时候，你们是处在哪一种情况中？从人的观点来看，你们很少是聪明的，很少是有能力的，很少是有高贵地位的，
上帝偏要拣选世人所认为愚蠢的，来使聪明人蒙羞。上帝拣选世人所认为软弱的，使刚强的人羞愧。上帝也拣选世人所轻视、厌恶、认为不足轻重，来推翻一项被认为重要的，使人在上帝的面前无可夸口。然而，上帝使你们得以跟基督耶稣联合，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，借着他，我们得以跟上帝有和好的关系，成为上帝洁净的子民，并且等到座位。诗篇71篇第1到第14节。上主啊，我向你寻求庇护，求你使我永不失败。你是公义的，求你帮助我，搭救我。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拯救我。我求你做我安稳的避难所，做保护我的巩固堡垒。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，我的上帝啊，救我脱离作恶的人，使我摆脱凶恶邪恶者的势力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是我的希望。从年幼时你就信赖，我一生要依靠你。我一出母胎，你就保护我。我要始终颂赞你。许多人以我为怪物，你却一直是我巩固的避难所。我整天颂赞你，我宣扬你的荣耀。现在我老了，求你不用丢弃我。我衰弱了，求你不要撇下我。我的仇敌要杀害我，他们千方百计地对付我。他们说上帝已经抛弃了他，我们来追捕他，没有人能够救援他。上帝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快帮助我。愿攻击我的人失败消灭，愿伤害我的人受辱蒙羞。我要始终把希望寄托于你，我更加的颂赞你。感谢上帝赐下耶稣基督成为世上的麦子，为我们的罪而牺牲，让我们得到救恩，让我们能够接受呼召，成为见证。我们将献上满心的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